多謝主席。今年嘅財政預算案咧，財政司司長提出咗一個強化版嘅財政整合計劃啦，目標係去到2027至28年嘅時候，可以削減咧政府嘅經常性開支7%，但就令到咧好多過去一啲針對基層同埋小中產咧嘅利民措施都削減咗，甚至乎係取消咗。嗱，只要明白咧，政府面對咧財政壓力咧係需要咧開源節流嘅，呢個係我哋市民都理解嘅。但係關鍵嘅問題係，政府點樣先可以做到合理公平嘅節流措施，而唔係盲目咁樣向我哋基層市民同埋我哋嘅小中產開刀呢？究竟而家係官民共度時間，定係實質上只有我哋基層同埋中產獨度時間呢？主席，回顧過去幾年啦，我哋香港嘅經濟環境咧，的確係充滿挑戰嘅。疫情過後啦，香港雖然咧已經開始復甦啦，但係因為地緣政治嘅風險加劇啦，係令到全球嘅經濟增長放緩，利率又上升，物價高企，樓市又跌，加上人口老化咧，呢啲結構性嘅問題，令到咧我哋政府嘅收入來源縮窄，而開支咧亦都不斷增加。嗱，好似財政預算案裏邊指出咧，今年度嘅財政赤字咧仍然有成672億咁多。財政儲備不斷下降，呢啲數字咧，的確令人咧非常擔憂嘅。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咁啊嘛，政府係咪更加應該謹慎咁樣去考慮每一項削減開支嘅措施呢？如果只係盲目咁樣向小中產同埋基層開刀，係唔係真係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呢？定係會更加激化社會嘅矛盾，令到市民失去對政府嘅信心呢？嗱，喺夏朝嘅尚書五子之歌裏邊咧，有一句説話就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即係講咗啦，人民就係國家嘅基本。嗱，只有基層同埋小中產嘅生活得到保障咧，我哋嘅國家先至可以咧係穩定繁榮㗎。如果政府嘅節流措施係損害咗基層同埋中產嘅權益，影響咗佢哋生活嘅話，咁唔係本末倒置咩？咁唔係違反咗我哋施政嘅初心咩？主席，子敬咧過去做區議員嘅時候咧，就正正係服務一個咧小中產嘅社區，對於小中產嘅辛酸咧有深刻嘅體會。喺香港啦，我哋中產家庭普遍面對就係高昂嘅樓價啦、沉重嘅呢一個按揭嘅負擔啦、仔女教育嘅龐大開支啦、醫療嘅壓力啦、人工追唔上通脹啦、生活嘅負擔越嚟越重。記得幾年前啦，我喺有一個咧，即係我已經冇做區議員㗎啦，但係咧有一個喺我做區議員嗰陣時服務嗰個區嘅街坊啦，喺疫情期間佢就冇咗份工，咁佢嘅太太嘅人工亦都因為公司嘅業績唔好而要減，咁啊兩公婆又要供樓啦，又要供養2個小朋友啦，突然間屋企咧嘅收入大幅減少。咁佢哋咧唯有用盡自己嘅積蓄，甚至乎需要向親友借錢度過呢個難關。疫情過後，雖然佢哋重新揾到工啦，但係因為經濟咧未完全恢復，收入咧都追唔翻咧係疫情之前。政府依家提出削減嘅福利，好似調整差餉嘅補貼同埋取消2500蚊學生津貼等等，對於小中產家庭嚟講，真係雪上加霜啊！主席，我想問下政府，喺今次削減開支嘅過程裏邊，有冇充分考慮到呢啲小中產家庭嘅慘況呢？中產人士係社會嘅重要支柱，佢哋努力做嘢，交足稅，支持香港嘅經濟發展，但係偏偏政府就對佢哋嘅支援係最少嘅。點解政府每一次削減開支，都係首先諗到向呢一班沉默嘅大多數嚟開刀嘅呢？主席，我哋要削減開支，唔係冇其他選擇嘅。事實上，好在我哋而家楊局長喺度。事實上，我哋政府嘅行政架構龐大，公務員嘅編制超過18萬人，經常性開支裏邊咧，佢哋嘅人工同埋津貼佔差唔多成40%。我哋嘅公務員隊伍裏邊，當然係有好多盡責專業嘅同事係服務市民。但係唔可以否認就係公務員架構裏邊亦都存在唔少冗員嘅問題，部分部門嘅工作效率低劣、架床疊屋嘅情況經常發生。呢啲情況咁多年嚟，我哋市民看在眼裏。
所以點解政府要削減開支嘅時候，唔係多啲從精簡公務員架構呢一方面去入手，透過改善行政嘅效率作為節流嘅措施嘅首要考量呢？其實根據審計署嘅報告，唔少政府嘅部門呢都存在呢個資源浪費嘅情況，甚至乎有啲項目呢超支數以億計嘅。但係相關部門嘅首長好少係因為管理不善呢而被問責嘅。政府係咪應該從嗰個制度上面入手，提升我哋公務員隊伍嘅效率，減少浪費呢啲資源呢？呢啲措施係咪可以更加有效咁樣節省經常性開支，提升我哋政府嘅工作效能，改善市民對政府嘅觀感呢？我明白政府提出喺2027年之前削減1萬個公務員嘅編制職位嘅，但係呢啲職位其實好多根本都係透過自然流失啦，或者減少招聘啦而達成。呢啲對市民嚟講係表面功夫，而唔係真係大刀闊斧真正徹底去瘦身嘅。即係你話凍薪，喂！但係頭先都有議員講，你係凍薪，但係你唔凍 point 喎，咁你又話係咪真係做嘢嘅咧？你睇下美國。而家馬斯克係點樣透過 AI 同埋自動化大量咁樣係解僱一啲冗員去精簡架構，就算佢間公司俾人打到爛晒，得罪晒啲人，佢都係一定要堅持落去。政府就係應該要有咁嘅氣魄啊嘛。咁所以如果係小修小補嘅話，對於我哋長遠嘅財政狀況改善真係有用咩？最後受苦嘅咪就係一班基層同埋小中產咯。主席，其實我哋市民嘅期望係好卑微嘅啫。我哋只係希望政府可以真正咁體現與民共度時艱嘅精神，唔係每一次有財政壓力都係從呢啲小中產同埋基層市民身上開刀啊！政府應該從自身做起，認真咁樣檢視每一個部門嘅資源運用效率，精簡架構，降低呢個行政嘅開支，唔係應該將呢個負擔直接轉嫁喺我哋最無助嘅市民身上，尤其唔應該令到基層同埋小中產嘅家庭承受更加多嘅壓力啊！主席，我哋香港經過多年嘅風風雨雨，市民對政府有期望，亦都有訴求，所以我哋希望政府可以真正咁樣聆聽民意，公平合理咁樣分配財政嘅資源，同市民共度時間，創造一個可以持續發展嘅未來，令到香港社會可以真正咁樣實現繁榮穩定，基層同埋小中產市民都可以安居樂業。呢一個先係真正嘅民為邦本，咁樣先至可以真正咁樣達到本固邦寧。多謝主席，本人謹此陳辭。陳仲利議員。主席，我發言。